近年嚟，網絡騙案日趨嚴重，尤其涉及手遊點數交易嘅案件不斷增加，令好多學生成為受害者。今日我哋透過以下嘅情景模擬，令大家更深入了解騙局嘅手法同危機。哇！呢個係我好想要嘅付費裝備，佢仲要星期3就係限期，呢個一定要買到。上堂啊，有睇平板電腦。唔夠錢買點數，點先可以買到呢？老弟，你可唔可以借住30蚊俾我啊？我有啲嘢想買。最近見到你對住部平板電腦愁眉苦面，係咪有啲咩想買啊？點會啊？我淨係想買零食啫嘛。你媽咪都俾我80蚊啊咋，所以借唔到俾你啦。點解個個都唔肯借錢俾我㗎？哇！呢個係咩網站嚟㗎？佢話會免費送50蚊點數喎。50蚊點數，唔快啲就冇噶啦！只要喺入面填寫簡單嘅資料，就即刻送俾你噶啦。會唔會呃人㗎？但係我真係好想要啊！到底最後會唔會撳入呢條連結呢？好多騙徒利用學生心理，設立一啲時限，令受害者盡快答應騙徒嘅要求。我哋而家繼續睇落去啦。點算啊？我喺個網站裏面已經填晒資料，點解喺個遊戲裏面仲未收到點數嘅？仲聯絡唔到當初嗰個人添。睇嚟你真係中計啦，快啲揾老師幫手啦！點解我咁衝動？真係好後悔啊！老師，我最近遇到一啲事，唔知點樣處理。放心講，有咩事我哋一定會幫你。我最近喺一啲來歷不明嘅網站購買點數，而家先知自己中咗騙局。唔緊要，最重要係你肯主動求助。記住以後唔好亂買點數，遇到問題即刻向師長商量。多謝老師。受害者通常因一時衝動或貪心心理而陷入騙局。當你遇到類似嘅網站，應冷靜求助於師長、朋友或警方，或是隨便提供自己嘅個人資料。及早求助先係最好嘅防騙方法。想知道更多嘅防騙知識，請留意呢一個網站。提防騙案，係羅站。